台南新化旧名号做大目港，是西拉雅原住民语的音译，意思是山拿之地。新化的地理位置拄好有嘉南大圳流过，当地地理环境真适合生产高水准的稻米，是一个真有地方特色的所在。我即摆徛的所在，伫咧新化所教的古厝。这间古厝已经超过150年的历史啊！听讲因的第一代祖为漳州的海淀来到这，一开始担物件，到第二代、第三代，直直拍拼，即摆已经传到第9代啊！伫咧150年前，都有通起这么大间、这么水的大厝，可见新化这个所在，伫150年前就已经足老了啦。新化的繁荣对清朝就开始啊，所教的第一代为打工开始做，无到第3代就已经起这大间的厝啊，可见新化当初的交易有偌频繁。其实新化过去是农产品交易的集散地。当时嘛是周边的乡镇买卖生活必需品的中心。在咧日本时代，甲府城台南的往来非常的频繁，生理买卖的气氛一直拢真旺盛。新化上闹热的时期，甚至有3间戏院。早市、丰润市啊，甲夜市沿着庙埕展开，闹热滚滚。嘛因为人来来去去，新化的美食更加是包罗万象。今仔日，咱就为这开始，带大家去熟悉新化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美食。也这的美食背后，佫有啥物款的故事呢？新化老街有一个台湾真罕得看到保存甲遐尼完整的日本时代计划性街道，迄个历史会当追溯到1920年代。新化对大目港支厅升格变成新化郡的辉煌时代。咱为苏家古厝行出来，我一个弯，就会当看到另外一种当年繁华的痕迹。这规排的巴洛克建筑已经超过80几年啊！咱看到历史的建筑配上现代的招牌，形成一种真无共款的景致。头家你好，你好。哇，我好奇问一下吼，咱现在每一间店拢有2个店名。因为咱这个规个老街吼，古早这种古早的厝，那古早的厝其实有经过介济，有哪有介济手的转手。壁顶迄是原始的原始的店名。哦，保留这个历史伫遐啦吼。啊，即摆这个现代招牌，这是即摆目前的店。对。哇，你这间米店嘛，看起来真有历史啊呢。阮这民国55年迄个设立。哇，那50几年啊吼。对。啊，真古早新化老街就是介重要的商业的交易中心。商业交易中心。啊，就是讲，你像是安那新化会有一个青果市，是吼，原因有地方哪伫遮。哦，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地理位置的原因，而且形成一个这大市。伫老街边啊，就是新化人的市场。早期的新化是周边乡镇买卖产品的集散地。自日本时代开始，新化市啊内底都有一个名声真响的大目港36担，因伫遮卖米糕、切仔面、大肠头、乌白切等等，真侪古早味的小食，非常的热闹。听讲新化人真爱用9个倍数来形容这个意思，因且有一个地名叫做高赞岭，有一个传统的祭典叫做18桥，这拢是9个倍数。
同款伫咧新化市场内底有一个真有名的36担，36担唔是干那36担了，伊是足济担的意思。这就是新化人平常时买菜、采买民生用品的所在。咱即马来甲因试看卖。过去的新化，人来来去去，农民半暝啊都爱担农产品出门来市场买。等到中昼农产品卖完，伫咧36担食到，才搁伫遮买一寡厝内爱用的物件转去。36担是新化人的历史，嘛是在地人的成长基地。虽然目前这个36担的市场内面，做小食的剩无几担，其他拢转型咧卖肉。鱼啊，也是菜蔬、甲水果等等，但是这逐工透早依然是人吵吵吵。哎，老大，哇，这是车抄诶。哎。啊，你什么建议的？什么选择？我爱吃人家。哦，米肠吼。嘿。啊，佫有什么？迄云南啊，写什么肠？温泉。啊，温泉啊，吼。恁遮讲过境嘛，是讲官嘞？我遮讲官。讲官嘞吼。嘿。但系阮台中讲过境嘛。好啊。是啊。官嘞是吧？我讲无啊。叫我切去啊。嘿。哇，你这大肠拢是手工落去灌的吼。嘿，这种手工。每一条的形拢无啥共。嘿，真正大肠。看伊肠啊，什么形，你就灌什么形。这打一只偌久啊？阮大家也在卖啊。安尼啊？哎，出事就开始卖啊！啊，即摆阮大家也无地，阮哪接落来卖。哇！哎，所以伊看伊外婆汉就等于几张啊？是哦。哎，所以看伊几岁就等于几张啊？哦，40-50年的老猪味咧吼。我手拿55张。40-50年。这个大头啊，自民国50年就开始做啊。一直伫咧新化这个所在延续到即马，即马交予细汉查某囝甲新妇做伙咧经营。大头仔咧卖，就是传统古早味的烟尘石肉乌白切。想要食啥物，甲头家娘讲，伊就会切互你。各种传统的乌白切，连角仔的介绍，配料简单，但是非常好食。哇，你若去菜市啊吼，常常会使拄到这种卖熟迄个熟食的吼，真好食的，吼，拢伫菜市啊内底爱用心找就找到啊。实在是无啥物料理，但是本身的这个食材处理了真好。哦，你看迄个点心台内底吼，足侪项的，我是简单点几项。这项就伫都市较少看到啊，粉钱，北部较少，但是台南遮我来介绍。这粉钱也好，米肠也好，就是较需要功夫落去制作。看这间的粉钱做了真好食，米肠内底有留啊淋一寡土豆伫内底。哦，因遮的米肠的制作吼，拢是用迄低的大肠，啊，所以安尼做出来吼，大细机也好，啊，肥瘦也好，拢无啥共款，拢是天然手工落去制作，拢气味真好。啊，早顿吼，伫菜市啊细细的吼，啊买一寡这种传好的料吼，哦，就食足澎湃啊。古早因为摊贩来来去去，为市民来的生理人甲工人，工课做完，就是要去打头啊，简单食一个粗饱。伫咧新化的煎肉粿，是在地人心目中前5名的小食之一。头家娘将肉粿两边煎甲酥脆，淋一寡特调的酱汁，面顶再搁撒一寡蒜蓉、盐水、咸椒仔酱。收工了后，来一份煎肉粿，非常的满足。这也是龙云记大家的小吃，就是小时候比较没有东西吃的样子，还是怎样，就都是做这种东西在吃。归仁啊、新化、大湾这个区域就有，到别的区域就比较少。
这间伫咧老街面顶的煎肉粿，伫遮已经做30几年啊。北京的煎肉粿是食早顿，头家娘却是对中昼才开始做生意。因为这间店一开始开来是要应付附近的黄昏市场，工人做工结束了后，来到黄昏市场食一个煎肉粿，是一种幸福的代志。大部分的人拢是做早餐较济，因为我开遐较早是一个黄昏市场，所以我是对迄个黄昏市场拢卖下午茶，然后卖到现在，我还是习惯卖下午。为着要做肉粿，头家娘早起4点就要起床开始准备，对调粉、煮米浆、包鸭，每一项拢是纯手工，流利的动作甲功夫，拢来自30几年来的训练。就用米浆啊，你的比例看你比例的关系就比例。你就给用好势，迄个浓度，迄个硬度，迄个 Q 度，这到这个时阵，我嘛是搁咧研究，因为迄米无固定，有时候就较食水，有时阵较袂食水，袂使讲固定说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你说随时要安尼改变化，看伊米性安那，你要随着伊米性而变。新化的肉粿是有包一寡肉油仔的粿，入口软软、香香、幼幼的粿仔，若无加配料，口感会略仔较正。但是若甲煎好两边赤赤芳芳，佮配一粒煎卵，淋一寡咸甜的酱汁，配一寡蒜蓉盐水，迄种气味，正是食一摆就会怀念的古早味。伫咧台南吼，新化、归仁、关庙、大湾这个地区吼，有一项这个小食非常的事件。这个物件叫做煎粿，嘛叫做肉粿。离开这个地区，大家都较罕咧看到。一般的食法吼，这个酱汁非常重要，爱泡伫咧这酱汁内底吼，泡软软安尼吼，配一寡卵。伊个口感因为外口煎了赤赤吼，但是伊内底足软的，一喙咬落吼，佫食到迄个酱汁的香味，吼，佫食到即个本身即个煎粿吼，在来米浆的甜味，气味真好，佫配一个卵吼，4、5种气味淋做伙，足好食。食一份煎肉粿，开胃暖胃。新化的美食当然唔那干那安尼尔。